主后2024年10月16日，每日圣安宫读经，上主烈怒的杯。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25章第1节到38节。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就是尼布甲尼撒做巴比伦王的第1年，上主将有关犹大人民的话传予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甲所有的犹大人民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对阿文王的囝约西亚做王第13年到今仔日，这23年来，上主不时对我讲话，我嘛继续将伊的话传予恁，毋过恁拢无要听叹。上主虽然一遍搁一遍派伊的仆人正先知来恁遮，毋过恁完全毋听叹。因甲恁讲，恁逐个人着悔改，离开邪恶的道路，放杀罪恶的行为，安尼恁才会当永永远远住伫上主赐予恁甲恁的祖先的土地。所以上主讲，恁毋通去缀别个神明，互师敬拜因，毋通拜恁的手做下物，惹我生气。安尼我就袂降灾祸互恁。毋过恁拢毋听叹，颠倒去拜家己的手做的偶像，惹我生气，家己惹祸端。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因为恁毋听叹我的话，我要调北方的民族甲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个土地甲遐个居民以及周围的民族。我要甲因彻底消灭，互这个地永远趴荒，互人着惊啼笑。上主安尼宣告。我嘛要互因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无阁有婚宴喜庆的声，无人下无，无人点灯。全国拢会趴荒，互人着惊。这个国家会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后，我要因为巴比伦王甲这个民族所犯的罪，甲因刑罚，消灭这个国家，互迄个地永远荒废。上主安尼宣布。我要互我针对这个国家所讲的话实现，嘛要互记载伫这本册关系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拢实现。我要照巴比伦人的行为，甲因的手所做报应因，唯有真济国甲大君王掠因去做奴隶。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甲我讲：你着对我的手，甲这杯受气的酒接去，摕去互我派你去的逐国啉。因啉了会东倒西歪起痟，因为我要互因拄着战乱。我就对上主的手，甲这杯酒接过来，摕去互上主派我去的逐国啉，包括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城镇、犹大的君王甲领袖，互这个城镇趴荒受气杀，互人啼笑。咒诅亲像今仔日安尼，嘛包括埃及王法老、伊的人臣、领袖甲所有的人民，以及外族人、乌斯地区的君王、菲利斯的诸王、阿什基伦、加萨、以吉伦以及阿什顿村落内的人，以东人、摩押人、阿门人。泰尼甲西顿的君王，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君王，底丹、提马、波斯甲铁并边的民族，
阿伯的君王，沙漠地区达族的王，甚至伊兰、米底亚所有的君王，北方无论远也是近的君王，全世界的大国拢要啉即杯酒，最后巴比伦王嘛着啉。上主对我讲：“你着甲因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着啉即杯酒，啉甲醉，啉甲吐，啉甲跋倒，啉甲爬袂起来，因为我要互恁拄着战乱。因若毋肯接你即杯酒去啉，你着甲因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一定着啉。我既然对即座奉我的名起的城开始降灾祸，恁敢会当免受刑罚？恁一定袂，因为我已经命令刀剑来攻击全地的子民。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所以，你着将我交代的话对因宣讲，责备因。上主对天顶大声喊，对伊大圣的所在喊声，伊对牧场的羊群大声喊，对地上所有的子民喊声，亲像踏葡萄的人在喊。上主喊的声会传到天边海角，因为伊要控告万族，要审判所有的人。邪恶的人，伊要互因死伫刀下。上主安尼宣告。上主万军的统帅佫讲：着注意，会有灾难对即国拖到迄国，会有大暴风对世界的尽头架起来。到迄日，对地的即边头到迄边头，一世过拢是上主杀死的人，无人为着因啼哭，无人甲因受心死，无人甲因抬，遐个尸体拢要变做地面的粪。人民的牧者，恁着哀哭嚎叫；羊群的领袖啊，恁着哀伤。伫土沙粉过来过去，恁要互人造灭的日子到啦！恁会摔倒，亲像贵重的灰气，摔甲碎碎。牧者无路通逃走，羊群的领袖嘛无法度逃脱。着注意听，牧者在嚎叫，羊群的领袖在哀哭，因为上主在毁坏因的牧场。上主发出猛烈的受气，平安青翠的牧场变做荒埔。上主亲像少壮的狮离开迄，因的土地因为欺压者的受气，佮因为上主猛烈的受气，变做趴远的所在。上主烈怒的杯，一个人犯错了后，若伫别人指正以后会当明白佮改正错误，这是上好的代志。但是偏偏有真侪人犯错，却拍死也毋承认。就算错误已经摆伫眼前，出在边仔人安怎甲苦劝，甚至警告，因也绝对袂压头认错。其实会当坦诚家己错误，接受指正，佮改进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这是互家己通得到成长蜕变必经之途。对今仔日的经文，通看到以色列人长久以来对上主不忠，因所犯的错误，并毋是无心之过，是明知故犯。就算上主一再派先知对因传讲悔改的信息，因犹原弃毋悔改，还一厢情愿认为上主虽然责备管教因，却袂互因的国家到伫灭亡。
约瑟亚做王统治犹大国的第13年，亚利米受上主呼召做先知，直到约雅敬王第4年，这23年的中间不断向犹大百姓传达对上主来的信息。这期间也有其他先知向百姓讲话，毋过因总是毋听，毋肯放弃社会的生活和犯罪的行为，还要继续拜偶像，互使其他的神明。因甲上主的关系已经破裂到无法度修补的地步。因为安尼，上主决定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击犹大和周围所有的国家。伊对犹大国的审判，就是要臣服巴比伦70年。搁所有受审判的国家，要对上主的手接下盛满烈怒的酒杯，遐个国家拢要因为战祸倒坏。总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不过是上主用来审判伊百姓的执行者，并无代表巴比伦会当随意欺压别国。落尾，伊要因为家己的罪受惩罚，互其他的大国征服。对这通知，上主并袂偏袒人，伊的审判是一致的，搁较是公义的。上主透过亚利米传讲审判的信息，并毋是要恐吓伊的子民，反倒转是爱因悔改归向伊。无奈是规个国家对顶面到下面，拢对上主的话当作耳边风，无要无紧，也落尾为家己招来审判刑罚。咱国犹大的灭亡，并毋是上主无能力保守因，反倒转是出自上主的旨意。犹大人无视上主的旨意，无论先知安怎对因传讲，因总是听袂落。因的内心无上主，甲先知的呼吁和警告当作是耳边风，致使上主爱借着外强的压迫、强烈的方式，才会当互因回转，无搁再做歹。当咱个人也是信仰的群体，意识到家己的错误，也是受提醒爱停止不该有的恶习的时，也应当随时悔改，免得招来上主严厉的审判甲管教。上主对无公义的代志，绝对袂坐视毋管。伫上主大受气下面，无人通逃避伊公义的审判，侥幸过安逸的生活。默想，伫我的生命是毋是有学得改的恶习？当我犯错的时，是死毋认错，还是愿意承认错误搁改正的？伫我的生命中，是毋是有学得改的恶习？当我犯错的时，是死毋认错，还是愿意承认错误搁改正？咱来祈祷，主爱搁公义的上主，求你互我有省察家己的能力，甲悔改的行动。求圣神带领我，互我的生命伫基督内面得到更新，伫生活中会当言行一致，成做蒙福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